大家好，我係 Venus， 又有一個大型活動，我哋香港朋友又可以參加啦。由我哋肇慶新區大灣區辦公室共同協助舉辦嘅活力肇慶東部快跑，亦都係邀請咗好多我哋嘅香港朋友一齊過嚟參加助力東部啟動儀式嘅。我哋飛個航拍俾大家睇下現場嘅氣氛有幾咁熱鬧先。我哋依家已經嚟到咗肇慶醫學院啦。今日嘅活動呢，就係活力肇慶東部快跑。我哋要從肇慶醫學院呢一個地點啦，跑步去到我哋嘅鼎湖大峽谷嘅。因為大峽谷急印呢係會有一個豐收活動。好，事不宜遲，我哋起跑即將開始，過去一齊睇睇。現場真係好熱鬧啊！仲有舞獅喺呢度。咁我哋今日呢，就係同醫學院全校師生一齊慢跑1公里。慢跑1公里，我哋嚟到咗鼎湖嘅大峽谷。咁因為今日咧都係鼎湖大峽谷嘅龍鄉嘉年華，所以現場門口呢一度咧係做咗一個小集市嘅，擺咗比較多嘅一個攤位。咁唔知大家之前有冇嚟過呢一個鼎湖大峽谷呢？就係位於我哋嘅肇慶新區醫學院旁邊，就可以嚟到呢一個場所啦，都係屬於一個自然峽谷嘅遊樂場，佔地面積咧係去到300畝嘅。咁我哋平日過嚟遊玩嘅話，就係30蚊一個人，而且遊玩嘅項目比較多，會有彩虹滑道啦、旋轉木馬、滑滑機、遊船河、粉色沙灘、水床樂園等等等嘅，咁非常之適合一家人過嚟呢一邊遊玩啦，或者嚟到呢一邊啦，都會有一啲戶外嘅拓展項目嘅，或者直接過到嚟呢一邊露營都可以嘅喎，一齊入去睇睇。遊玩完鼎湖大峽谷，我哋轉場嚟到咗廣州應用科技學院，一齊帶大家入去參觀下。依家轉場嚟到咗廣應科嘅籃球場，學校專門為我哋嘅香港朋友準備咗幾個戶外活動嘅，咁分別會有戶外飛盤啦、踢毽以及射箭，我哋一齊過去玩玩。好啦，咁我哋今次現場又邀請到鄭生接受我哋採訪嘅。咁好啦，鄭生今次又過嚟參加活動，感受如何呢？好，首先唔好意思啊，老人家怕凍，所以今日包到實啦，幾凍下今日天氣。感受如何？唉，起個早身，不過好舒服，咁就好開心。點解呢？好少活動有今次咁多人，嗱，好多街坊，幾個小區，香港城、華僑城全部都嚟晒啦。第二呢，就見到好多2間大學嘅後生仔，又係好多人，咁就
搞得好精彩。係，其實唔止港應科同埋醫學院啊，好似肇慶學院啊、民航學院啊，其他學院嘅都有過嚟參加跑步。哦，係啊，你講起我先至注意到啊。係其實今朝我見到啊，不過呢頭就唔記得咗，因為集中本來話我哋號召嘅時候就話港應科啦，大家都想參觀；肇慶醫學院啦，大家都想參觀。你頭先所提及嗰啲咧，我頭先見到佢舉牌啊、搞活動有所以咁多學生。係，而且今次活動咧，好似一開始嘅慢跑啦，咁我哋又去咗鼎湖大峽谷參觀啦，咁又去行咗醫院，咁今次又翻嚟港應科搞一搞戶外活動，咁邊個流程印象比較深刻咧？梗係第一站啦，就係呢一個肇慶醫學院，嗰度又有舞獅啊，咁又有啲官員喺度呢一個點睛性，咁啊又場面好壯觀，好開心，又有慢跑咁樣。係。第二咧就梗係呢度啦，入到嚟校園咁大，空氣咁好啊，凍少少啦，但係咧就感受好好。係，所以其實整個流程都比較豐富嘅，係。咁最後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參加完呢幾個活動啦，有冇話期待下一個活動有邊啲新花款啊？有期待啊！譬如話咧，就兩樣嘢，我哋心目中暫時街坊們都第一就話睇下啲文旅活動啦，譬如新開嗰個朝陽里灣區中國村。咁咧就好多街坊就有啲覺得有遠少少，有啲覺得近個頭啦。咁如果組織一下咧，佢哋話有啲新嘅項目，咁去參觀下去玩下。可以組織一齊再過去玩。係。第二咧，我聽講話咧，正大醫院就會搞唔係要會搞啊，已經有一個老人院開放緊㗎啦。係。咁就或者你哋又組織一下，我哋可以，因為反正大家對老人院好有興趣喎。係。咁佢仲係好似喺鼎湖景區嗰度嚟嘅。咁可唔可以又再搞組織多一個咁樣咧？好，咁我哋收集下信息，到時一齊匯報下，睇下有冇機會。好啊！好多謝鄭生採訪，唔該晒。今日上午嘅活動啦，就接近尾聲啦。安排咗我哋嘅香港朋友啦，會喺港應科嘅食堂食午飯嘅。咁今次嘅活動都比較豐富啦，會有我哋嘅運動加研學。如果你都想參加呢一樣嘅活動嘅話，歡迎添加我哋嘅客服微信，我哋會拉你入香港之家群組。相關嘅活動啦，都係會喺香港之家群組發布嘅，直接群內相關報名就 OK 啦。咁今次嘅活動啦，就到呢度結束，記得關注我哋，我哋下期再見，拜拜。